人間失格這本日本經典文學是太宰治最後的作品，予人看作是伊的半自傳。這本冊予人改編做電影、漫畫等等，是世界真有名的文學。即馬呢，台灣也出版伊頭一本《人間失格》台文版咯。翻譯者吳明如佇咧日本做工程師，用做工課以外時間來翻譯，經過3年，總算有台文版。也希望講有愈來愈儕友誌做伙來討論翻譯的手路。太宰治是日本的文豪，伊佇1909年出世，一生浪蕩充滿傳奇。自20歲開始，捌行地路5擺，伊研究和真濟女性有複雜的關係，最後甚至在38歲就自殺。在人生謝幕以前，太宰治最後的文學作品就是《人間失格》，互看作是半自傳，是國際有名的經典文學，也有翻譯儕語言版本。即馬咱台灣嘛出版頭一本的台語文翻譯。這條路這麼的孤單。可能心內希望別人甲你疼惜，毋過有人要甲你疼惜的時陣，你個毋知是無願意去相信，還是毋敢去信到，想講伊家己敢有即個價值。我感覺講，這可能是看一個小說吼，互我敢若是法度，毋免家己去做伊做過的代誌，毋過我都去體會這種人生。翻譯者吳明如表示，人間失格佇日本的意思，就是失去做人的資格。雖然主角真費累，嘛體笑家己的人生是見笑台，毋過對人生的黑暗甲畏縮有真深的哲學思考。這幾年，台灣出版真濟經典文學的台文翻譯，包括杜柏林人、獨立宣言和先知等等。甲今年出版的《人間失格》，其實也是台灣作家鄭順聰甲儕友誌合作台語文翻譯協會1.0拍拼的成果。所以咱台語初期哈，因為咱還未建立 SOP， 學語嘛無教，嘛無專門的這種翻譯的這個公司也是這個行業，其實攏還未出來，大家攏是兼咧做，都是業餘的，毋是專業的，所以伊會當甲伊的生活的經驗、伊的人生、伊所做的行業的這個開，囥伊這個翻譯。鄭順聰表示，台文翻譯起步雖然較晚，不過這個階段有來自各行各業的翻譯者，嘛呈現出真多元的翻譯手路。伊嘛講2.0台文翻譯計劃是正在進行當中，希望毋但台文翻譯愈來愈熟手，有功夫通傳承，也通培養愈儕台文讀者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